大家好，呢一周法庭新聞嘅重點落喺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鄭嘉瑜民事起訴前僱主道瓊斯出版亞洲企業，指控該公司懷疑喺鄭嘉瑜任記協主席後解僱佢，涉阻止僱員參與工會案續審。另外，逃港被國安警通緝嘅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父親遭起訴助女兒處理在港保險資產案再提訊，控辯雙方完成結案陳詞，案件押後到出年2月11號裁決。正被警方國安處通緝嘅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其父親郭延新涉嫌協助處理早年為女兒購買嘅保單，被控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企圖處理潛逃者財產罪。郭延新否認控罪。西九龍裁判法院法官日前完成聽取控辯雙方結案陳詞後，押後至出年2月11號裁決。郭延新續准保釋。代表控方嘅律政司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劉德偉口頭結案陳詞時指，郭鳳儀成年後自動成為涉案保單嘅擁有人，保單權益亦都屬於郭鳳儀。喺被告郭延新冒出庭作供下，冇證據能夠證明郭延新真誠相信自己擁有該份保單權益去處理保單。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鄭嘉瑜2024年6月當選後不足1個月，被《華爾街日報》以職位重組為由解僱。鄭嘉瑜認為解僱佢係因為參與工會工作，提出私人檢控前，僱主嘅母公司道瓊斯出版亞洲企業兩項阻止僱員參與工會有關控罪，被告一方唔認罪。案件日前繼續喺東區裁判法院審訊。鄭嘉瑜供稱，案發時上司向佢表示，僱員需要獲得公司批准先可以參與外間活動，公司唔批准佢參選記協主席，且要求辭去原本喺記協嘅職位。辯方引述鄭嘅上司喺記協換屆選舉前同鄭嘅通話內容，指鄭參選應通知公司，亦關注佢將成為記協代表人物，會同公司扯上關係。審訊押至出年1月21號續審。醫院口岸爆炸案8名被告有5人獲裁定罪名不成立，當中女被告何培恩申請訟費，原審高院法官陳仲衡指佢自招嫌疑，駁回申請，同時裁定警方喺何住所搜出嘅16.3萬蚊港幣同400蚊人民幣係案中被告喺犯案過程中取得，而交由何保管頒令充公。何培恩其後向中院申請上訴許可，以期取回涉案款項。中院司法常務官日前指案件冇合理可供爭辯之處，而唔批出許可，限令何培恩喺出年1月20日前提出不應駁回其申請嘅原因。城市大學經濟金融系副教授杜道涉向地產經紀提供1000蚊賄款案，而被告不履行租約嘅數萬元罰金。案件日前繼續喺沙田裁判法院續審，裁判官裁定被告表證成立，杜道選擇不作供，案件押後至2026年2月3號結案陳詞。辯方喺庭上質疑控方證人美聯物業客戶總監鍾方就指佢因為不滿遭杜道投訴睇樓紙寫錯日期而誣告被告，鍾方就堅決否認，並重申臨時租約已列明悔約條款，質疑身為大學教授嘅杜道如此水平，令人擔心香港學生所受教育。呢一週法庭重點新聞講到呢度，下週再會。